Hello，我係世通物流嘅總經理阿 Matt。世通物流喺2003年成立，總部設於荃灣。喺香港設有共28萬尺嘅倉庫，包括常溫倉、冷氣倉以及凍倉，分佈喺荃灣、葵涌、天水圍以及粉嶺。憑藉超過20年嘅供應鏈行業經驗，我哋以客戶為中心，提供由倉儲、包裝以及配送嘅一站式綜合物流解決方案。現時我哋嘅運輸聯盟網絡大約有80部貨車，其中30幾部由我哋營運，部分嘅車亦都加裝咗冷凍機，用嚟運送需要保溫嘅產品。我哋公司一直好重視環保減碳，所以我哋喺2年前已經開始引入電動貨車，亦喺自己嘅車場設有多部 DC 快速充電設施。現時公司有5部電動商用車，同時亦都申請緊 ISO 14001認證，進一步邁向可持續發展嘅目標。我哋部分嘅客戶為符合對 ESG 嘅承諾，會要求我哋每年添購或者更換電動貨車，所以我哋一直都有留意唔同品牌推出嘅新產品。知道環宇汽車引入30 Full 數 eCanter， 我哋立即安排試車，發現行起車上嚟好靜，加速起步反應都好快。而我哋嘅同事長期要對住架車做嘢，所以公司非常重視佢哋嘅工作環境。eCanter 喺日本製造，無論舒適度、安全度都有一定嘅保證。車廂設計夠晒舒適，冷氣又夠凍，仲有慢點提示、主動剎車輔助等安全駕駛系統，保障到安全嘅同時，亦都揸得舒服，同事做嘢都做得開心啲啦。環宇汽車嘅同事好幫得手，由裝斗到交車等等都跟到足，無論係品牌定代理，都俾到我哋好大嘅信心。未來公司業務進一步增長，換車加車都會優先考慮30 Full 數嘅產品。